湯 Sir， 你有冇睇過最近好 hot 嗰部電影啊？有啊，好感動啊！江門日報都出視頻啊！嗱，全球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嘅16萬件橋批中咧，江門就佔咗5萬件啊！一封封信紙係藏住一段段跨越山海嘅牽掛。嗱，睇完呢條視頻，我都好掛住我江門堂下嘅湯氏大宗祠。今日咧，我都想讀一封江門橋批俾大家聽聽。隨信附會國幣60萬元，人情往來之用預留受妥後，再給家中添置新被一床棉胎，要擇8、9折的厚實新棉，切記萬不可買舊被褥。嗱，呢一封封嘅橋批，記錄住對屋企人嘅牽掛，對家鄉嘅思念，同埋對生活嘅希望。唔單止係我哋江門人，仲有潮州人，大家都係落南洋闖世界，心入邊最緊要嘅，永遠就係呢一個字家。嗱，既然講到家啦，又點可以少得一班鄉親父老嘅大聚會先？今年6月5號到9號喺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嘅香港潮州節，維港後巷都會喺現場出現，到時仲有讀橋批、讀詩詞嘅挑戰，歡迎大家一齊參與。今年6月5號到9號，我哋香港見。